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平安。让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感谢神，让我们在春节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聚集在这里，一起来敬拜。圣经上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在新的一年，让我们放下我们的过去，来专心的来敬拜神。我们来一起来敬拜。全能真神，你掌权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。世上万有属于你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荣耀的名只存到永远。哈利路亚，尊贵全能神，天地万有都会灭没，唯有你永远不改变。哈利路亚，圣洁全能神，无一人能与你相比，所有荣耀都归于你。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。世上万有属于你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荣耀的名只存到永远。哈利路亚，尊贵全能神，万有都会灭没，唯有你永远不改变。哈利路亚，圣洁全能神，无一人能与你相比，所有荣耀都归于你。让我们一起来宣告，宣告你国度降临，旨意成全这地，兴起你所选子民，高举你荣耀的名。哈利路亚，尊贵全能神，天地万有都会灭没，唯有你永远不改变。哈利路亚，圣洁全能神，无一人能与你相比，所有荣耀都归于你。赞美你，主是那位荣耀的神，你是我们的救赎，我们的帮助。哈利路亚。救赎我的帮助，哈利路亚！我的救赎，我的帮助，哈利路亚！将所有的掌声荣耀都归于你，主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放下我们的自己。真的是单单的来敬拜你，来仰望你。主，我们真的知道有时候我们会依靠自己，但是求主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，来单单依靠你。我能去哪？除了你施恩座前，我想赋予你施加的恩典，何等的爱，你大能手扶持我，太柔美，何等柔美。
你。荣耀君王，你的鞭伤能医治，神的儿子，这显恩典真实，何等的爱，带我进入你恩赐，真美好，你真美好，我愿降服，高举你名，耶稣，你的荣耀我所有，和我生命我属你，永远属你。我愿降服，我愿降服，高举你名，耶稣，你的荣耀我所有，和我生命我属你，永远属你。此时此地，愿你升起，你的荣耀就在这里，从天堂到地极，神你赎回我生命，我属你，永远属。我们再次来呼求，此时此地，愿你升起，你的荣耀就在这里，从天堂到地极，神你赎回我生命，我属你，永远属你。我愿降服，我愿降服，高举你名，耶稣，你的荣耀我所有，和我生命我属你，永远属你。再次对我来说，我愿降服，高举你名，耶稣，你的荣耀我所有，和我生命我属你，永远属你。主，谢谢你赐下所有在我们的身边，主，全部都属于你的。主，让我们毫无保留的来敬拜你，让我们成为那馨香的活祭，来打破这香膏的玉瓶在你脚前。主，因为你配的，你配得所有的赞美。这香膏的玉瓶是我所有一切，我打破献给你主，我知道我不配，你是如此荣美，远超过我所有，远胜过我的喜乐和我内心的渴求。就像你为我流出宝血，我向你献上我心，我在这献上做馨香活祭，我在这献上每个心跳，为荣耀你，为你。是的，主，
使我们在你面前全然的降服来侍奉你。是我所有一切，我献上在你脚前。我知道我不配，我的能力有限，我的日子短缺，你却给我生命，使我能单单为你活。就像你为我流出宝血，我向你献上我心。我在这线上做馨香火祭，我在这线上每个心跳为荣耀你，你是配的，荣耀归我主。主啊，你是配的，配的，配的，你是配的，荣耀归我主。主你配的，配的，配的，你是配的，荣耀归我主。主你配的，配的，配的，你是配的，荣耀归我主。让我们来宣告，主啊，你是配的，配的，配的，你是配的，荣耀归我主。配的，配的，你是配的，荣耀归我主。我在这线上做馨香火祭，我在这线上每个心跳为荣耀你，我在这线上做馨香火祭，我在这线上每个心跳为荣耀你，为你。是的，主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，主啊，将我们所有的在你面前献上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极其有限，但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在我们所愿的，在你的心意上面，主啊，加添我们力量，帮助我们真的成为那一个被你所用的军队。主啊，成为你那个你属灵的军队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成为那个在地上主啊能渴慕你心意，并且渴慕来成全你心意的人。主啊，谢谢你。主啊，我们祷告不完全，我们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这样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